好，气象署已经针对防洪洪台伫咧下晡发布海上洪台警报，按算上紧明仔载就发布陆上洪台警报。气象专家分析讲防洪洪台可能会伫拜三登陆咱台湾，全台湾拢会来到雨、夜金马、平湖、甲花莲已经宣布明仔载停班停课。大雁降起来，一只拍过厝顶，洪台过境为菲律宾带来强风大雨，大水搬过市区，民家厝前土沙水一直流。第四届地区居民紧急撤离，强风大雨造成部分地区停电，北部各省停班停课，海陆交通阻断。当局表示，这摆洪灾至少造成2死，140万人撤离江远，未少市区的厝风吹倒，树啊、电火条啊也都规片。风雨过了后，如苍苍。Opo, actually po di po talaga kami makatulog kagabi kasi paghampas po sa yero namin, yung sa hangin po, grabe talaga, maririnig niyo po talaga. At yung mga nagsisulugan po ng mga puno. Hindi po ako nakatulog. Yung mga apo ko, sabi ko mag-pray tayo para hindi tayo Nakaupo lang ako, nag-pray sa Panginoon. Hindi ako nakatulog nung kasagsagan ng bagyo. 洪台的过境菲律宾了后，开始发展，渐渐挖进台湾。气象署尾仔吧发布海上洪台警报，洪台目前也是中度的规模。过去3点钟有淡薄增强，提醒东沙岛海边巴士海峡、甲台湾海峡南部海边作业的专家注意。上近拜二会发布陆上洪台警报，洪台伫拜二到拜四上挖进台湾。台风会逐渐进来到我们的陆地的附近，不过因为现在目前它的时间还比较远一点，我们不太确定说到时候它到底接近我们程度是如何，或者是它在哪个地方登陆，这都是我们要持续密切的观察。洪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盘效应，拜一日暝了后，大台北山区甲规个东半部雨搁较明显。拜二日时啊雨加大，局部地区有大水河等级以上的落雨。洪台中心有计伫拜三通过台湾验过就办的过程，各种模式拢有测，洪台减弱态势明确，陆上警戒范围爱看到时环流的大小。如果一些共伴啊，或者是它的一些外环流在东部造成的一些强降雨，这个是无法避免，但是应该跟之前的几个台风比起来，应该是相对和缓很多。洪台渐渐挖近，气象署针对21县市发布强风特报，尤其台中市屏东县、平湖县、甲连江县局部地区有准风在1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风景继续增强，东北部沿海已经有2至6公尺的涌泉。公视新闻采访报道。